大家好，我係梁老師，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中文嘅學材同埋教材。嗱，咁移居海外之後咧，好多中文老師同家長都係面對同一個困境啦，就係好難咧揾到適切自己小朋友或者學生需要嘅教材。咁雖然咧英國嘅公開考試都會有中文科啦，但係佢本身設計呢個學科考試嘅目的咧，唔係針對以廣東話為母語嘅考生㗎。咁嗰啲教材嘅對象咧，主要係以英文為母語嘅學生。咁我哋又唔會純粹將自己小朋友咧當係外國人咁樣嚟教啦。所以喺坊間揾到嘅中文科嘅教材，似乎咧係唔係咁適合啦。嗱，咁我哋睇下有啲咩教材咧可以係適合自己嘅小朋友同埋學生嘅需要先。嗱，如果要以香港嘅教材嚟教，又可唔可行呢？其實唔係唔可行嘅，但係要自行調節咯。譬如話有啲嘅教材咧係以香港為背景嘅，咁小朋友未必係會有共鳴啦。咁另外亦都要考慮佢嘅程度同埋進度。譬如話以我嘅小朋友為例啦，我嘅小朋友喺英國咧係Year 2噶啦。咁我其實好難要求咧佢係能夠擁有香港小學生2年級嘅中文水平嘅。又因為小朋友咧冇辦法好似喺香港咁樣啦，每日都上中文堂啦，有恆常嘅抄寫練習啦、背誦啦、定期嘅默書測驗啦。所以咧，佢係冇辦法好似香港嘅小學2年班學生咁掌握到小學生2年級嘅程度，咁自然咧程度上係比較落後嘅。咁所以咧就係話可能我小朋友而家2年級啦，咁其實佢可能係啱啱升小學1年班到嘅程度，所以我而家係都用翻香港中文科教材係用緊1年班嘅。咁但係有啲詞彙咧都相對比較深噶，所以咧佢個學習進度咧係稍為緩慢，但係唔緊要嘅，俾佢慢慢去學啦，只要佢肯學咧就得噶啦。咁我自己咧都有參考咧台灣嘅輔助教材嘅，例如一啲嘅閱讀嘅練習啦。但係台灣嘅教材咧都會係深過香港嘅，我自己個人嚟講吓。咁所以咧都偶然間會以1-2篇，我會篩選邊一啲可以俾佢作為閱讀理解去做嘅。咁而國內嘅教材咧就係簡體字咧，所以我就唔會建議去選用嘅。咁要解決冇教材嘅問題啦，似乎就係要自己諗啲辦法啦，就係自己設計同埋調節。或者咧喺教科書嘅基礎上邊咧，再另外做一啲功夫，譬如話俾小朋友一啲額外嘅補充練習啦，俾佢哋閱讀唔同類型嘅文章啦、故事啦，同埋咧自行設計一啲工作紙同埋學習活動嘅。咁其實自行設計工作紙同埋學習活動咧，係一件幾費力嘅一件事嚟嘅。嗱，但係唔緊要噶。網上原來有好多嘅資源，咁我呢度咧就係介紹下我比較常用嘅網站啦，裏邊咧都好豐富嘅關於文化關於語文文學歷史呢啲嘅知識啦。咁有啲網站甚至咧係有埋設計咗嘅工作紙，你現成印出嚟就可以俾小朋友用啦，但係都要按照翻你個小朋友或者學生嘅進度佢哋嘅程度去自己去編輯一下、整理一下啦。咁我而家就逐樣咧去講我比較常用嘅網站，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如果你發現有啲好嘅可以值得參考，我都歡迎你係留言話俾我聽啦，或者咧推介俾其他嘅老師啦，同埋同學一齊去分享你所用嘅資源。
首先我介紹下學科資源先。其實香港教育局咧都有好多嘅建議啦，或者係嗰個課程嘅框架實際上操作起嚟點樣用啊，有一啲關於教學嘅文章都係參考嘅。我呢度特別推介咧係香港教育局非華語網上中文學習資源啦。我覺得佢願意嘅係設計俾一啲嘅非華語嘅學童嘅，但因為其實我哋嘅小朋友嚟咗呢度啦，即係佢未必好常係見到中文字啦，未必日日接觸到中文啦。但呢啲咧就係可以參考，佢甚至有啲教材咧係全現成攞出嚟咧，已經係可以用得嘅。咁你可以咧係同佢一齊去睇啦，認下啲字啦，咁樣樣。咁另外咧高頻詞語表咧，佢就俾一個概念咧，大概係小學生呢個程度會經常接觸到啲咩詞語啊？認識咗之後咧，知道佢原來掌握咗呢啲詞語啦，就大概有小學生嘅程度啦，咁樣樣，我會覺得係可以作一個參考啦。燦爛的中國文明咧係會介紹一啲中國嘅文化知識啦。咁我哋嘅小朋友咧喺文章裏邊可能有機會接觸到一啲嘅文化嘅題材嘅，譬如話故宮啦、四合院啊、長城啊，咁呢啲係咩嚟嘅咧？咁燦爛的中國文明咧，佢裏邊會有介紹啦，同埋有陣時會有啲影片可俾小朋友睇啦。咁另外咧，佢有一個嘅專欄啦，就係叫做語言與文學嘅。譬如話咩叫傳記啊？咁呢度可能深少少啊。咩叫傳記啊？喺裏邊咧都會揾得到嘅漢語嘅特色啊。咁呢度咧就會去介紹翻，咁作為一個參考啦，俾小朋友。其實喺網上咧，中文嘅教材同埋資源咧，其實好多噶，但係咧好多都係內地設計啊，有啲係台灣設計啦。咁多數係普通話啦、台灣國語啦，係廣東話製作嘅咧，反而係好少咯。咁我會推介咧成語方面咧，就係有呢幾個網站，我哋好熟悉嘅成語動畫廊啦，咁佢係熊貓博士啦，同埋係 YY 啦，一齊係主持一個節目，就咪介紹好多唔同嘅成語。咁呢一個咧，相信好多香港嘅老師啦都唔陌生噶啦。咁另外啦，係香港教育局做嘅中國語文學語教資源庫啦，裏邊都有好多關於文化嘅知識啦、成語啦，都有好多。另外故事屋啦，都係啦，好多嘅廣東話嘅故事都喺裏邊咧揾得到嘅。喺古典文學方面呢，香港教育大學有一個嘅賽馬會看動畫讀名編識古文嘅學習計劃咧，係幾好嘅。佢咧係將一啲嘅名篇啦、古典詩詞啊、古典文學嘅名篇呢，係製作成動畫，係有埋兩文三語噶，即係話普通話啦、廣東話啦，同埋係英文嘅，有中文字幕嘅。咁所以如果個小朋友咧係理解嗰啲比較書面語嘅文字比較有困難咧，可以同時俾佢睇英文版本。佢嘅敘述雖然係英文啊，但係裏邊譬如引用嗰啲詩歌啊，同埋古文咧係會有埋中文嘅。咁如果佢真係閱讀一啲比較深嘅文字有困難嘅時候咧，俾佢睇啦。咁作為一個輔助嘅性質，咁可以幫助咧小朋友係用英文去理解嗰個嘅中文噶。其實除咗可以以教科書嘅教材咧係教小朋友之外啦，我另外仲會係喺一啲唔同嘅出版社咧，去睇下有冇啱小朋友程度嘅故事啊、文章啊、童話啊、寓言啊呢一啲。咁呢幾個出版社咧都係出版一啲好優質嘅兒童文學嘅教材啦。咁青田教育中心啦、晶晶教育出版社啦、木棉樹出版社啦嘅書咧，出版嘅書咧，我都會係好喜歡去採用噶。關於咧係要準確咁掌握
某個文字嘅粵語讀音呢，我非常推介呢一個嘅粵語審音配詞字庫。佢係由香港中文大學咧去營運嘅，咁裏邊咧會提供嗰個文字可以讀嘅所有嘅粵音，同埋配埋詞嘅，即係有啲字咧喺唔同情況下咧，佢嗰個嘅粵音咧係有分別㗎，咁就留意翻佢點樣配嘅時候咧，就要選擇邊一個讀音啦。佢有埋字例俾你嘅，咁你可以喺嗰度咧去參考翻，去準確掌握咧嗰個嘅文字嘅正確讀音。咁字義方面啦，其實都坊間都好多個，呢個咧只不過係略舉一例啦。呢一個係台灣國家教育研究院中小學語文學習詞典，咁我都係比較常用嘅。筆順方面啦，我會用台灣呢個筆順字典啦，同埋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但係原來有啲文字咧，佢個字形咧，台灣同香港嘅版本係略有不同嘅。咁中文老師或者家長咧，就係可以自行取捨啦。我自己係傾向中意根據咧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噶。嗱，以上嘅分享咧，只不過係介紹咗我比較常用嘅網站啦，裏邊咧有好豐富嘅學習資源。咁如果你哋揾到一啲好嘅，又啱我哋喺海外老師同埋家長採用嘅學習中文嘅資源咧，都歡迎大家咧去提供噶。咁今日嘅分享咧到呢度啦，多謝大家。喺呢個媽媽 Love 咧，係一個嘅工作紙嘅資源庫啦，佢裏邊好豐富啊！佢除咗有中文科嘅工作紙之外啦，仲有英文同埋數學啦、常識咁樣嘅。咁佢裏邊呢係涵蓋量咧非常之豐富啦，唔同嘅題材都有嘅。咁家長同埋老師都可以按住你教學對象個需要啦，喺裏邊係揀唔同嘅工作紙，自己參考翻啦，同埋可以即係整理一下啦，就俾自己小朋友用啦，係現成就可以用得噶啦。咁而經濟日報呢一個咧，佢係一啲試題庫嚟噶。咁你可以睇翻唔同年級唔同題材啦，譬如有啲係關於修辭嘅，有啲係閱讀理解嘅、量詞嘅、作句嘅，唔同嘅題型咧都會有噶。咁我會作為一個輔助嘅性質，幫助小朋友咧係學習中文噶。